嫁人了就缀翁，人讲的嫁。嫁你看我要创啊？你看你话想要嫁狗安尼？是讲尖尖就查甫就尖啦。尖尖多啦。吼，啊，因为伊有加迄个小脚，所以会较小脚。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心情拢适拍，感谢咱全国超过2000万人，继续是个咱公共电视台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咱大家好厝边，咱大家好朋友彭恰恰我本人。最近感慨万千啦吼，下工我去路边食卤肉饭，是隔壁一个差不多7、8十岁欧巴桑。你毋是迄个？哇！你节目我逐项看，逐工甲你看，甲你准的啊，甲准的啊。第较早就是用准的呢。我拢看你台湾迄准的，我做爱看你的哇！你安尼足好做的，安尼做啥生啥，做查甫生查甫，做查某生查某，做妖怪生妖怪。我伫甲咱学谢，感谢。嘿，我早孙啊，拢无咧看你节目，伫家看，安尼讲啊，我哎呀送你啊，你敢知我想？我唔捌你，我早就捌你胡歌啊。喂，是下面考，下面唱。不是刚才伊毋是讲我徐孝顺，我无遐歹，我无遐歹。业界其实有3摆啦吼，彭恰恰、徐孝顺加菜头。但你三个小弟我自我骄傲，三个我上缘投。嘿，台语偌好听，台语偌水，是台语有当不管是各地腔口，拢是真高贵、真可爱。所以咱斗阵来学台语，互咱的后世代继续传承落去。是，你当然需要一个专家，一个现场来定定。这位听讲最近粉丝团已经超过2000万人。目前，真侪人拢会伫遐留话，互伊像在写票的时阵要讨伊的签名相片。欢迎陈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唱歌拉曲心情爽。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我怀疑陈老师你甲布袋戏有小可有关系。爱看啦。来，即摆请咱今仔日的同学一用台语自我介绍，班长请。大家好，我是班长林宗兴，我来自高雄，我是一个夜市囡仔。今仔日来一位非常特殊的来宾，这位来宾我安尼海来海去，大家看伊的面容，来去又看今年到底是几岁？因为有一个外号叫做要水魔女啊，美魔女，应该是美魔女，可比是布袋当中一个角色。美魔女来出现，就是讲这个人。年岁看不出来，但是水界只哥啊！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陈思玲，我其实来自我是伫艋舺大汉的囡仔，艋舺。无啊，无啊。我今年52岁，安尼使袂？哇，你呐！因为你都爱用安尼介绍，我就爱甲大家讲我实在的年岁，其实今年。伊甲我共生相啦，拢姓高啦，减我一轮啊，我64，伊52。看出来。明明都大2轮嘛。王彩华嘛是甲你共年。哦。拢高啦。拢高吼。嘿，啊，你哪会40外岁才开始出唱片先？啊，着少年的时阵较毋捌代志啦。
啊，就老爸老母讲煮也毋免读伤济，啊，查某囡仔人就较早嫁嫁安尼啊，所以我就去嫁翁啊。啊，嫁翁了就缀翁，人讲的嫁。对，对，嫁你看我要讲，你我是看你我想要讲嫁狗安尼，吼，就是人咧讲的即种的，就是嫁对嫁飞，嫁对高对嫁走，对嫁去只海家是这就是油麻菜籽的概念。对，啊，所以迄当中我就为着翁婿，啊，缀翁婿拍拼事业，啊，请囡仔请到大汉，大汉了呢，我感觉讲我嘛爱有我的人生的自由，我的兴趣，所以你离婚啊？无啦，无咧讲啦，无啦。所以我就是先生嘛，就支持我的迄个兴趣，啊，就讲啊，你着囡仔啊大汉，啊，你也食啊老，会当出去，会当出去做你的兴趣的爱做的代志，唱歌安尼。啊，正拄好顶一张顶的唱片，在下拄好担任这个咱淡小姐的制作人。非常好听的歌，啊，足困难的歌拢所以阮两个关系，足复杂。你自我介绍一下，请第一。大家好，我叫吴小敏，相信大家拢是自细汉看我大汉的。啊吼，今仔专工来上这个节目，是因为要带我的囡仔来看伊的高山啊阿公。阿公你好。你若是阿爸啦？不是，是迄个嘿，几若工无啊。内底查甫的吼，嘿，因为看大仔就知哦。看到大仔啊对，你徛较厝的，安尼啊。大仔若泡泡。真的呢你。较早人是安尼看查甫查某的。是吗？毋是讲尖尖就查甫哦啊。尖尖多啦。吼，啊，因为伊有加迄个小脚，所以会较小脚。小鸟，有请你和我爱先生。喂，歹势在心内。我拿这条过来艺术侠呢，要坐啦，要坐啦，要坐啦。阿公大心大命嘿啦，阿公你好啦。好啦。啊，恭喜阿公有新的节目安尼啦，阮足欢喜的。害一家派啊，做忝的。你坐啦，伊叫阿公是有道理啊，因为阿敏也是这个真正芳用水米拜客伯的啦。哈对嘿，真收起做客家对，囝。嘿真正有甲拜的啊。真的啊，着规咧拜。嘿啦，遵照鼓励啦。嘿，这是谁造成的？阮翁造成的。还袂记咧呢？有啦，阮有订婚啊。有订婚。有订婚啊，啊未正式请，因为惊讲，惊动大家，阮先好好啊生囝，啊恁查某囝我嘛到一个年岁啊，较多你咧讲阿爸是狗嘛，吼啊，咱的陈小姐嘛是狗嘛，啊其实在下嘛是狗，所以咱肯定三只狗。所三代以伊减你一轮嘛，对啊啊所以你大我两轮安尼，对啊，假啦。哇，啊无咧。啊，你较早迄个有个灯，迄阵啊，你就咱就熟悉啊。对啊，所以你看我大汉的啊。我只是较细粒子，看袂出来年岁安尼，亲像陈小姐安尼共款，拢看袂出来年岁。好。嘿，啊是今仔日才特别讲，啊，当时婚礼要当时要办啊。等大家拢有闲的时阵啦。你爱问讲恁客要包偌济？我袂问即种会为难伊的话，伊向拢安尼嘿尔。无要紧啦，不要紧啦，伊人若够吼，毋拿3600啦。我无咧计较这啦，这吼这阿爸坐大位的。其实恁即摆拢毋知，即摆要趁钱，结婚要趁钱，喜帖爱通印啦。我即摆甲你教，嘿，但即段爱用华语来讲。好，你着写后壁你时间地点印好嘛？某米人几月几日要结婚，婚礼设伫对6点准时入去，什么后壁附注就可以了。一包1000元者，请在签名之后自动离开，勿在现场逗留，心存侥幸。包2000元者，赠送汽水1杯、瓜子1盘，享用之后也请自动离开。心存侥幸。包5000元享用半席，包1万元享用全席。包5万元也可以跟新郎握手言欢、拍照留念；包10万块钱可以跟新郎开同乐会。
讲伤坦白安尼，就安尼较实诶，嘿，歹势敢诶。你无你是要嫁对几道，就探一摆尔，对不对？对啊，我就较小明神啊，安尼若迄张纸，我才麻烦阿爸帮我写一个。好啦，嘿啦，但是阿爸一定是坐大位，你无包拢不要紧，互我满满的祝福就好啊。哇，感动啊，感动。感动。台湾人婚礼是毋是迄落讲讲世界拢是毋是老爸爱牵查某囝出来有新郎？我爱牵吗？啊无咧，你看啊。是我。啊无你要等恁皮皮要等偌久啦，你要等我较紧啊。好啦。系啊，阿爸你爱甲我看嘛。好啦，祝福。谢谢。阿爸会较保重，你爱保重。哎呀，你爱保重。谭小姐，有。讲到谭，谈，今天要讲台语，你知吼？我知，你平常我台语袂歹啊。袂歹，先甲你小我考一好臭屁字，先甲你考一字好啊。好啊，谭免啊啥？谈着言字旁啊，两个火啊，言字旁毋是言字旁。涂骹淡淡的淡。哦，涂骹淡淡的淡，就3点水啊。来，去写。哦，写哦，啊，这唔简单。简单哦。哎呦，哦，犀利。哎，你大声大名的被发现了。哎呦，遮济机要用倒一支啦。遮济话佫袂要紧。粗的哦，迄支啦。上大机的。就隔红过就用较一支较粗的啦，安尼摕袂起来啦。哦，安尼哦。哦，过了10年毋捌用过这呢。啊，要写得着。写纸无写做，写面的哦。啊？会使佫温一下袂？打去啊啦！叫你写淡，你打去。好水甲你看，有水无？来，你甲因介绍咧，这字叫做，你叫恶怪，淡吗？这叫淡哦，湿，这哪叫淡？毋是吗？这叫湿，哦，湿无？风湿听湿是毋是这字？啊，毋过是雨水啊淡的淡嘛是淡吗？来，哇，哦，这学问足深的。淡，咱来看字就知讲，淡一定有水嘛，是对不对？是。水伫土顶悬的，这读做淡。哦，这个是读做淡。水伫土顶悬，土较淡淡。啊是哦。对不对？我唔知，老师对无？尊重你的艺术创作。我你来。老师，安尼我这里唔对吗？这里湿，是。咱先为湿来啦吼。好。湿应该顶头咱甲改做一环，这卖。迄卖。啊，毋这。哎，加一个土，用碰过的概念，安尼才是湿。哦。淡。淡。哎，我写这拢会感觉歹势呢。人迄有学过，咱这，咱这学白做安尼。3点水。哦。这里我看过。哦。这个读做淡。哦。土较淡淡。土较淡淡是爱用这个吗？老师是用这个还是用这个？用这个，这是你艺术创作的时阵哦，你思维展览的时阵会当安尼写。通过这是咧画艺术的就对了。对。啊，咱这才是正讲的。是。正讲的。会看你用伫什么所在啦。好，拢莫叮当，我甲你拼。来，咱咧讲长长棍。长棍。长长棍的长咩写？长。一般都是长长的长，3点水啊，系啊，嘛是讲我3。无啦，长哩。长。水。是。哦，长水。捞过石头，是读做长哩。哦。长长棍的长，对不对？尊重。你看，规个甲坑做伙哦，人讲哦，拢是艺术家吼，你写毛笔哩安尼。啊，写哩咱拢看无。长。长棍。今日规矩。拼落去啊！哦。这是枪呢？无枪是迄个冲迄个枪，这是墙，像讲咱咧瀑布嘿，瀑布咱就叫水墙。嘿，水墙长棍安尼。水墙。哦，这咪细身躯的抢水迄个抢水啊墙啊，对啊墙啊。哦。长棍买这长。长棍墙。无啊啦，老师要写。好来，上课咯。所以同学今日特别，除了淑敏小姐会使坐以外，其他的同学请起来，站起来，调坐，行礼，先生好。
碰个好，大家请坐。台语的成语我念出来了，用国语念出来了，毛你台语嘅解释出来吼。解水好，解释啦，试看卖哦。准备好未？好来来，预备备，卡嘞。我说雄赳赳啊，我讲硬冰冰啊，雄赳赳，会使吧？硬冰冰，是无一定硬变变啦，啊袂冷咻咻，啊无雄赳一红是咧讲安尼嘛？硬哦雄赳赳啊硬冰冰嘛是，无你问我，哦我讲雄赳赳啊。我讲气牙牙，哦，气压压是这个意思哦。我唔知，因为我真正我当做气压压是受气的意思。无一定对，我一定对，我是学袂对的。老师，真的吗雄赳赳，徛停停，徛停停，雄赳赳，嘛徛停停，徛停停嘛是定国国改徛停停。所在无共款，徛停停，嘿，咱徛停停是啊。啦是啦，我说大辣辣呀，我讲气牙牙，大辣辣，大辣辣就是我是安尼想啦。气压压，大喇喇啦，大辣辣，华语是大喇喇，大喇喇应该是今仔日像安尼无要无紧安尼吼，当代志拢嘿，对，阮无做顶真古早人安尼，哦，无要无紧，哦，所以伊个讲不要不紧啊。无要无紧。哦，1 2 3 4，我说大喇喇，我讲无要无紧，我说黄澄澄啊，你是要变错？无啦，机车要发动啊，变无啊？你知影人若肝无好吼，嘿，我好的咯。面色，哦，伊咯，叫做黄皮皮，哦迄是面色黄皮皮，但是这黄澄澄应该是黄硬硬。硬啊，紧紧硬硬。硬，我说黄澄澄啊，我讲唔紧紧嘛，我说沉甸甸呐，我讲重曲曲，哦，会使。重曲曲，重曲曲嘛是会使啦，毋过若讲重欢欢，嘿，重欢欢较好。当欢欢，重快快，阮高雄讲重快快，当快快，欢欢，你无讲不到我。高雄人我无听过快快。快快，重快快，你个差一起年啦，所以佫有差啦。哦，哎，老师，你意思是？老师谢谢，谢谢老师。所以是欢欢，重欢欢，当快欢欢。我说沉甸甸呐，我讲重快快，对，所以我说病恹恹呐，我讲，你是用演的啊？我袂出来，我唔知要哪个。软烧烧，会使无？会使啊。会使。软烧是讲无元气啦，毋过原因有时佫一种啊，病伤思，你想心内所爱迄个人，那爱袂来，所以你变啊，对你们这个病伤思，啊嘛算软恹恹安尼，软搞搞。哦，嫩搞搞，软烧烧，软搞搞。我说病恹恹呐，哇，你讲嫩小小，我说飘飘然呐，我讲松歪歪。飘飘然，你松歪歪敢若程度无共，飘人有可能会甲爽歪歪可能程度较无共。是无讲吗？敢若爽歪歪较悬。歪歪，哦，是吗？我感觉飘飘然的松歪歪啊。你这是少年人的感觉，你的见解就是讲飘飘然就是迄个，但松的是感觉。不是啊，飘飘然应该是讲飘撇，飘飘，嘿，你若去查华语，飘飘然应该有一种潇洒自在，潇洒自在就是飘撇。哦，是但是哦。伊少年人见解可能无共款，可能是啊，咱拢看顶头，伊拢看下骹，啊，差你遮尔。可能是有身份，敢若我飞出去迄种飘没有，飘飘。我是当做这种感觉，魂飞出去的感觉。对，你魂要飞出去无？魂唔捌呢。我甲你教。你买黑白甲我教，我去带个。我几岁人我会使黑白教。真的吗？你暗时啊要困迄阵啊嘿，你倒面镇定了对，你甲你的心思，你把手起起，你甲你心思集中伫这个目白的中心遮，嗯。照一个三角形的，你甲想一点，想一点，想一点，你的灵魂就为才飞出去。我大概拢安尼就困去啊。真诶假我唔知啦，这大家听听到吼，这是提供一个参考啦，就是讲
啊，我们讲国语讲灵魂出窍嘛，啊，飞出来，啊，要安转来？系啊你，叫伊转来啊。无啦，后一金你也无来，我就知影无转来。我是听人安尼讲啦，就种有人讲，你看到一半飞起来讲，我若看家己倒伫咧面床顶，可能是你用飞起来，你看到你家己转来。咱这是公共电视台碰到。无，咱若毋是咧讲遐有诶无魔神诶，但是无。真诶吼。所以我是咧讲，大家有当时啊讲到啥，就参考一下嘛，无所不谈嘛。是啦是啦。老师，你灵魂捌飞出来无？唔捌呢，我无法度，这我度去集中，因为我若倒落去吼，就随困去。啊，困去就唔知影到底有飞出啊，无飞出啊。不过逐工拢有转来。我因为我逐工拢会起来。我唔知，我来考了最后一条哦。哎呦，这条真困难，真困难。啊，我说庭院深深，我说庭院深深，深宫深宫后院，深宫后后院。院嘿，庭院深深跟深宫后院什么关系？庭院深深，因为庭院深深是一个描写的情景。啊，深宫后院嘛是感觉敢若庭院深深哇，这就问题真的有够困难。嘿啊庭院深就困难深要用台语来解迄个，安尼。老师，考你啊。这可能是讲这个所在足大足宽，毋过甲伊孤单一个，所以应该算变做孤单稀微一幕这种意思，你会使叫心稀微，对不对？心稀微。啊，我说庭院深深，啊，我讲心稀微呀，就安尼就对了。今仔日的题目有较深啦，今日台语听到我是感觉真危险。老师，你感觉今仔日的听到？因为今仔出的题目吼，讲起来足深啦。对啊，有时足侪拢是华语词，毋过这词咱台语不一定讲一个对一个对啊，把安尼啦。所以有时这嘛算咱爱学习的所在。所以毋通讲吼，我会晓讲话讲台语，啊，我台语足厉害。其实咱台语真正是万底深坑，爱好啊去学习。帅气来，俗语讲了好。碰哥交女朋友私人伫咧咖啡厅内底约会，两个人点完咖啡了，坐落来送咖啡的煞是碰哥的前妻啊，小猪。冤家路头的两组人马，故事安怎进行咧？咱继续甲看落去。啊，这间咖啡厅，你看气氛安怎？袂歹啊，气氛就好诶，灯光嘛就好诶，只是人有较侪呢。那有一道尔拢人，你看，头前拢全人啊，遐行来行去，拢排队要点咖啡啊。一道尔，所以拢嘛有。啊，咱 VIP 啊。对啦，啊这块感觉这间装潢是袂歹啦，倒啊敢若足俗的喎，都袂知。伊这个而且特色啦吼，伊可能是迄个。即摆拢嘛流行这种。无怪生理之后，这敢若迄个较早古早式安尼哦，所以真侪男女朋友若要讲心内话，拢会带来遮。所以我今日带你来遮。你有话要甲我讲吗？你敢袂用手招下者？拒绝你哦。手啊手。我是招你的手要创。你要甲我挂手机吗？不，我是讲有一摆真心话吼，爱安尼讲，安尼较好讲。我有触电呢，有电到的感觉。人客，啊，恁的咖啡来啊，歹势，互恁等遮久啦吼，啊来等一下哦，啊来，啊这你的啦，两个拢是黑咖啡嘛哦。是啊。碰诶，啊开始你啊。哎呦，啊这位是水姑娘啊，伊是。哦，我是碰过即摆七啦。安尼你听好好，我是伊进前的女朋友。哈？毋过真有气氛啊吼！啊，含我做伙的时阵，奈就无带我去啉咖啡啦。啊，即摆就热情的嘛吼。无啦，迄阵咱都有敢有冰果室尔。什么话题？什么事啊？冰果室。你家己去瞧好势啦。好啦好啦。到底什么情形？我来啉我的咖啡。就歹啉的。喂，这讲到遮大
大声我拢听到啊。你个安怎？你即间遮咧上班，什么上班？你听好清楚，我是这间咖啡厅的头家。哦，讲实在的，离开你了后吼，我就赚足侪钱啦。无法度啊，我拢家欠起来啊，我就去找足侪所在去找店面啊，我即摆开10间咖啡厅，我是10间咖啡厅的头家。哎呦，小主啊，你嘛较拜托诶！我等一下。拜托诶，你讲什么头家？新楼就新楼，什么头家？我甲你讲啊，迄吼别人的人客的咖啡唔见伊芳，拢冷去，我要等下靠你的薪水我来讲。好啦，别生气，我紧去。你唔知你有看我大声大名，我再甲你话。好啦。头家娘啊，歹势。歹势哦，啊，漂亮哦。你来食饱？就一个月无食，做一遍食。啊，你讲伊是互你请的新郎尔？新楼啊，哦伊迄形象像头家娘，我这班的嘛才像头家娘，拜托。请坐，请坐。哎，较紧的啦。吼，我即马约会出来啊，是安怎你会甲经纪人的七仔册啊？不，这就是，原因就是讲吼，伊就是安尼啦。碰风水家太无吧，阮才会分手。是嘛？第二句俗语要来咯。哎呦，你听清楚啦，我顺便伫个遮上班。离开你了后啊，我就赚足侪钱啊，嘛无法度，我拢家欠起来，欠起来啦。哎呦，我去找足侪店面啊，我即摆开10间咖啡厅，我即摆是10间咖啡厅的头家哦。啊，有影？啊，恁头家哪袂要出？有代志吼，拜托，你这边新楼就新楼啦，紧去芳啦。我紧去芳，你，头家，啊，你有心了？唔是食伤饱。唉，我即摆约会出来吼，是安怎你会甲经纪人的七仔册啊？不，唔茫啉嘛，做歹啉的。确实原因是安尼啦，迄是伊都介意尻川硬火金菇，才会分手。拍破过来，来唱。到底迄个情形是对一句较正确？就迄个查某囡仔的心态哦，是碰风水家太无吧赞成的举手。你上班就无确定。我卡入火金菇。喂2、3、4、5，哎呦，五票。所以你家己个人要选迄个火金菇的。因为免选皮肤啊，无因为我感觉吼，敢若是伊是毋是碰风是加一个班，伊是要加火金菇。加要做火金菇。加火金菇我第一摆听到，这两句，直接经营碰风水家太无吧，尻川硬火金菇，这一句佫是正确，老师。第一句讲碰风水家太无吧，或是讲碰风水家挂无吧，拢是安那。咱讲碰风久无地治，就是讲伊甲出去喙吼讲东讲西啦，结果拢是安那，拢骗人，拢虚的。所以有时爱碰风的人哦，紧早晚会去用看破骹手啦。所以这应该是安尼。另外吼，尻川硬火金菇这条较深淡薄吼，头啊时常讲到你对不对？咱来安怎？出力。电力，咱叫电力，电力，所以你火金菇是尾尻川尾会发光，所以咱讲亲像一粒青梨啊。所以咱尻川吼硬火金菇，咱的电力硬迄粒青，电力硬迄粒青，头到尾起来变做啥？电青，激空激光安尼啦。所以尻川硬火金菇叫做电青，装傻电空激光安尼。所以这答案是迄个
碰风水鸡太无捌。哦，是都一个较戆的尔。刚才阿阮啊，较结棍啦，伊调过伊的，伊调过伊，伊是袂晓啦，伊会晓，毋过就歹甲恁共款。是，今仔佫加学一句啊吼。哦，了地青，好，谢谢大家拍点破过来。吟诗作文真趣味。今仔要念这首之前呢，咱来先请老师拜托，咱拄一直讲拍七啊，拍七啊，拍七啊要哪写？冒死啊！哦，对大哩，嘿，一个大会开始冒死冒，啊七啊，拍，七啊就是女字边，女字边，这个刀字，嘿，拍七啊，拍七啦，哦，拍七啦，嘿，哇，啊，若有话做爱去外口拍查某的查甫人，咱就叫啥？七啊亏，亏，七啊亏，亏还亏，嘿，是，所以哇，让你做参考一下。感谢老师。哇，七啦，啊，但咱今仔一开始有讲就讲，今仔按小品来吼，啊，就大身大名，啊，今仔胎神吼，啊，拄啊无贴贴的，啊，规矩吼，伫即个进行进行，我先画一个符啊，互你安尼等于食来吼。你看啊，这个一个冲字嘛吼，所以请袂冲着嘛吼，所以吼。哎呀，哇，啊，连面落山这张凳的，2缸水转做8分，吃你个安泰啊！好，多谢阿公，多谢阿公，听阿公画山画水画维护啊，画符啊，有效啦，真正啦。多谢多谢。来，今仔这首同款是当老师写的作品，我看无。要邀请一个台语较厉害的班长，有，你念一遍。好，去海口看水流，风若透，海涌着口，有时甜流，甜流，有时甜流，有时客流，有。哦，客流。我知。去内埔看土石流，雨若到山神着好，有时有时山走，有时人好。移山倒海小决斗，移山倒海小决斗。台湾敢阁有以后，疼惜台湾的刀。听起来有种咱迄个爱惜咱这土地的概念对。读了对毋对？我无啥知影。土石流吼，照你咱讲咱的土，应该用迄个糊涂的土，红土土骹，这里是土。有人讲哦，这个人啊，阮然后做土地，咱讲土地用迄个土，再用这个土。毋过这土石流吼，咱教部嘛算甲认定，迄算御用力啦，嘛算会当去尊重。因为即摆逐种惯势用这土石流，是哦，所以迄个啊，另外讲有时田流。普通咱老语是讲流甜啦，流水愈来愈甜，愈来愈甜就是安啦，涨潮。哦，是碗起来，甜是自己的。甜就是碗，啊，就讲吼，也要甜，也要甜，也要大碗个碗甜，嘿，也要甜，也要甜，就即个甜。哦，啊这科劳就是啊，我头讲迄海涌愈来愈悬，啊尾仔就安啦，啊流啊落去，退潮，嘿，科劳。这款事我感觉爱查某囡仔来遮轻轻柔柔啊念，才会水。淡时令小姐，会使请伊来遮。我一点仔都无温柔呢。好，你来遮来遮。哦，来遮。因为你有咧写歌的人。哦，好，来开始哈。去海口看水流，风若透，海涌着口。有时甜流，有时扣流，有时内埔看土石流，是无？土石流，嘿，看土石流。雨若到山神着哭，有时山走，有时人好。移山倒海小决斗，台湾敢阁有以后，疼惜台湾的刀。哇！是，请回。这像老师诶，这像先生诶。我想要甲干掉诶。敢阁有以后啦吼，这首歌诶词啦，这。当洪静老师所写这首，我都有那热啦吼，我都有那想讲，
就看这我就想讲，无甲写一下破气看卖啊。我来现场唱了，大家参考一下，你看喏。哇，老师敢会使？哦，准备现看就当现创作哦。我试看卖啊吼。哎呀，这种才。去海口看水流，风若透，海涌着哭。有时甜闹，有时可留，起来捕，看土石流。雨若到山寻着口，有时山走，有时人哭。依山倒海，小我头，台湾敢搁有以后？听小台湾的岛。搞。后回共这个时间，才继续收歌。画山画水画玲珑。我今日非常欢喜来参加碰过的这个节目，画山、画水、画玲珑，互我学习足侪我的母语的，非常真赞、真优秀的节目。今日非常欢喜，嘛希望这个节目会当愈做愈兴旺。今仔日呢，受教足侪，因为会当学到足侪咱台语的文化，啊，台语足水的乐器啦、俗语，啊，重点是嘛会当互我的囡仔对即马开始就开始学咱足水的台语，嘛希望咱的观众朋友会当做伙来学咱的足水的台语哦。